1997年2月4日，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在距离达赖喇嘛的宫殿100余米处，达仁萨拉英明学院的院长洛桑嘉措和他的2名学生被人暗害。据印度警方调查证实，杀人凶手是供奉修丹的6名僧人，其幕后策划者是设在新德里的所谓人神救护会。据一些史书的记载，所谓的修丹或大武金刚、大力尊护法源于15世纪，因当时哲蚌寺的扎布简森活佛和五世达赖喇嘛的总管蒂斯索那拉登不和。扎布简森活佛于1656年去世后，成为凶暴的冤鬼。此冤鬼前往其根本丧尸班禅洛桑区街所居詹森伦布斯时，被詹森伦布斯的8名守护神多蚊子巴马结手阻拦，未让冤鬼进寺院。冤鬼调转赴萨迦，当时的萨迦法王问冤鬼：“你是谁？”冤鬼回答说：“我乃甘丹巴的冤鬼，请给我夺马吧。”法王乃在克杰里建造庙堂，封其为护法。1997年的达赖喇嘛讲话，在过去的340年间发生争议的根源是与五世达赖喇嘛不和，这点已经很清楚了。如此，五世达赖喇嘛已经明断，扎布简森不是班禅索那格勒的转世，因此后来成为其恶院的冤鬼。五世达赖喇嘛的公开访录与秘传中一而再地严肃叙述了这件事。现在有人称达赖喇嘛曾供养修灯，因此乃是不了义而非了义，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这点只要仔细研究当时的历史就可知道了。供奉修丹的经常对人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为了维护佛教，尤其是为了文述护主上师宗喀巴的三教派而刻意为维金山像，则为何班禅罗桑区街不知道，多蚊子天王也不知道？这不是很奇怪吗？詹森伦布斯因多蚊子巴马阻拦而未能进去，转往萨迦。萨迦教主是在血祭后接收为护法神。骑马修灯是萨迦供奉的，但这种供奉不是全部萨迦教派，尤其是现在萨迦派中更是寥寥无几。是这样的，在沙迦教派里供奉兄弟好像是有沙迦公告落坠，但是当时做的是一般低级拜访神的，有些拜访宫殿里供神，根本不是主要的拜访神。后来沙迦教派里信奉兄弟的越来越少，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主要上师我和康桑劝金刚经我王落坠显变宁波神不起的极力反对。他真是一位佛学精湛、德行精严，我们沙迦教派里最负盛名的大师，沙迦法王水须之类神不起，拼作空的之类拼作之类温就我王以及上下堪布现在的交界七金神不起都从事于他。他多次指出供奉兄弟没有好处，但没有直接禁止。他的主要弟子我康桑堪布我王云典家族后因去了主巴，又称主巴仁不起，他强烈禁止供奉兄弟，在西藏康区的许多寺院里把兄弟赶了出来，并召回了兄弟的塑像。还有一位天子金刚持屈吉洛智，他虽没有采取强烈手段，但用抛刀马的形式把兄弟撤出去。由于沙迦修灯的习俗是达布丹巴欧柱后来凭自己的想象而创立的，在他的弟子中，此一习俗得到了加强，特别是他的弟子帕温康得进宁布，由于继承并极力推广供奉修灯定一习俗，13世达赖喇嘛因此而予以禁止。但13世达赖喇嘛圆寂后，
帕温港仍继续大力推广供奉修灯这一习俗，因此，在西藏他的一些弟子在康区与其他教派争斗，捣毁莲花生大师和净门佛像，宣扬念诵莲花生没有益处，以及烧毁或将莲花祭扔进河里等种种反常行为，称三宝俱全而将修灯视为皈依所。南部部分小市的许多僧人称修灯立佛体，而四处封殿以及威胁三所依等罪过甚多。对此，佛宗喀巴之教法多有伤害。当西藏处于国破家亡，人民被逼流亡国外之际，我们藏人本应抛弃成见，同心协力共越困难，但却有人在流亡藏人中宣扬供奉修灯，不以发家致富，并有哲迈仁波切在所著记录修灯传说上师喇嘛的甘露中宣称，格鲁派信徒如果修持尼玛派教法，则使修灯产生仇恨嫉妒，而使其丧失生命。书中罗列了西藏的许多各教派的高僧喇嘛和对西藏政教做过巨大贡献的高僧喇嘛及上层人士，宣称他们由于作为格鲁派而修持尼玛教派，因此丧生。真正为了甘丹帕喇嘛的名誉而供养佛法，这是渊博的大学之争。如果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类事，那是很难说的。但以个人而言，完全可以承诺，从未信奉过胸灯。达赖喇嘛反对禁止供奉修灯，这在西藏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让我们回顾历史。五世达赖喇嘛自从对修灯进行火供法来制服后，西藏许多据学史修持师、喇嘛和学者对供奉修灯做出了严厉的评击，其中有许多完全遵照格鲁派的大喇嘛。达赖喇嘛经过长期的研究和郑重考虑，发觉供奉修灯对西藏的政教事业乃至整个佛教都有害无益，逐步提出了应停止供奉修灯，并再三强调供奉修灯对整个佛教的害处，但对一些人而言犹如对牛弹琴，他们不但不予遵从，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德里藏人社区建立所谓的人神救护会，在尼泊尔建立格鲁和平基金会，在美国建立智公护教会。他们还利用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为借口，极力排绑达赖喇嘛，散布各种丑化达赖喇嘛之漫画及毫无根据的文章、录音带，对西藏流亡政府也多次无根无据的指责，其中比较严重的几则列举如下：一、居住英国信奉修灯的重要人物之一，未经任何考试而自称葛系的葛系嘉措，禁止他的学生摆放达赖喇嘛的照片，并自称是第三个佛祖。当达赖喇嘛为西藏的自由而日夜操劳之时，他不但不齐心协力，反而煽动一些不知真相的外国学生进行示威游行。二、在印度新德里香城饭店中建立的所谓人神救护会，他们极力排绑达赖喇嘛，并积极地与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有差异的团体或宗教组织进行串联。尤为严重的是，他们不仅对达仁萨拉英明学院的院长罗桑嘉措写恐吓信，而且在院长因公出差经新德里返回达仁萨拉之时，人神救护会指使信奉修灯的6名僧人追随他的公车，并公然闯入院长的卧室，向院长和他的2名学生捅了16刀，致使3名比丘当场被害。印度警察经过调查证实，在新德里的所谓人神救护会跟3名比丘被蒙害事件有关。在给系被害的地方，我们找到了几封信，信是人神救护会写的，并签有吉米自己的名字。
这样我们知道杀手住在德里美军之类的人身聚会的人。这6名凶手是丹增曲增28岁，色拉斯下经院下属波勒康森；图登曲登28岁，色拉斯下经院下属波勒康森；洛桑曲哲右名下图25岁，甘登斯下子学院属下多康森；洛桑曲镇右名扎拉，甘登斯下子学院属下多康森；洛桑平作色拉斯下经院属下波勒康森，曲哲阿切，色拉斯下经院属下波勒康森。已经得到证实，这6名凶手目前处于中国政府的保护之下。4. 3位比丘被害后的1996年3月20日，西藏政府噶夏收到一封寄自印度南方色拉斯署名申洛桑求南的恐吓信，信中写道：打桑分裂主义者达即达赖喇嘛，桑即西藏议会议长桑多仁波切。哎呀呀，为了欢度今年或牛年新春佳节，吃到了3具尸肉，不知高兴否？如果你们还继续那样做，将会受到更多的尸肉。信中除了恐吓以外，还将达赖喇嘛的照片描成恐怖的样子，上面再贴上了中共总书记的照片，并注明说，达赖喇嘛是世界上最残忍、欲望最强的人，以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等。此信还复印寄到了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和印度的许多饭店或银行中。5. 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代表丹布索巴和流亡政府宗教事务部秘书长洛桑 K 柱2人去印度南方传达达赖喇嘛要求停止供奉修灯的精神时，13名修灯组织的僧人晚上企图闯进2位代表的居室。那时已经是晚上12点了，有人敲门。宗教事务部秘书长从窗户往外看时，是个僧人。多深夜了，会是谁呢？我们产生怀疑。左右看时，房屋里只有一个酒瓶子握在手里。开门时发现是甘登北院的4位管家。他们说，听说萨拉什是一名僧人，穿着便衣从印度来到蒙古支，不过有好事情，他们希望我们搬到上面去。我俩说，不会有事的，留1-2个人守就可以了，然后我俩睡觉。管家好像带了十几个僧人，从村里又抽调了5-6个人，那时我们不太清楚，反正有10多个人在保护。不一会儿我俩也就睡着了。第2天村长又告诉我，昨晚来了13个僧人，2人穿着袈裟，11人穿着便衣，当时保护的人坐在一起，每次1人轮流巡逻我俩的住处。当第3村的人巡逻时，从我俩处旁边的一个树下突然跳下一个僧人，绑住他的手，另一僧人亮出一把刀，不许他出声。他也吓得没敢出声。他们把他拖到树下，问有没有印度警察，他说没有。又问你们有多少人，他说有很多。他们悄悄地商量了一阵后，把一封信和一把刀交给了他，要他转交给我俩。信中写着，这次未能见面，下次一定再会。在国际网络中，一些不知真相的国外修灯组织的成员继续侮辱和排榜攻击达赖喇嘛。7. 甘丹斯讲子北院扎藏的现任堪布汪嘎的住处被大火重烧，大火不仅烧毁了他的全部财产，而且使他严重烧伤。8. 甘登强子扎藏的总管蒙古藏人定居点的地方代表葛西赤赖丹增2位到达达仁萨拉开会，返回途经德里时遭到了修灯组织的殴打，而且蒋子扎藏的粮食仓库和喂牲口用的草料储存时也被大火重烧。抓住我的手，问我是葛西赤赖丹增吗？我说是的。
这时前面的人没说什么，从背后传来一个声音说：“你们管现世也管得太多了吧？”我说：“什么现世？哪个会上你们都说了些什么？”我正要回头看是什么人，是他们在我的头部和腿部重重地击了几下，我当时就晕了过去。等我醒来后，他们已经不见了。后来仓库和卫生口的除草室已被放火焚掉了。我们噶丹北院一直都听达赖喇嘛和政府的话，因为现在的一切都来自达赖喇嘛和政府的恩情，所以有些人不高兴就放火害人了。当时的首席内阁部长格萨一系和西藏议会议长桑多仁波切前后到甘丹、色拉斯去传达达赖喇嘛的讲话精神时，发生了藏人流亡史上最痛心的丑剧。300余名蒙古籍僧人在修丹组织的利诱下，以信教自由和言论自由为由，进行了示威游行。从许多议会从来没有所谓禁止供奉小灯的决议，只有呼吁全体藏人停止供奉小灯的决议。虽然没有法律化或命令式的强制性决议，但我们在通过的呼吁决议中指出，供奉小灯对西藏整个政教事业和达赖喇嘛的寿命有害。议会希望全体藏人按照达赖喇嘛的讲话精神，停止供奉小灯。如果无视我们的呼吁，则请求供奉小灯者千万不要到达赖喇嘛座前听经受戒。这仅仅是一种呼吁性质的决议，而且即使通过了禁止供奉小灯的决议，也绝对说不上侵犯人权或信仰自由的问题。这与信仰自由没有关系，这涉及的仅仅是有关宗教修行方式范畴。如果因此而说这是侵犯信教自由，则在各种宗教中无法传播道士符合教义自教会的危险。比如说回教徒是不能吃猪肉的，你就说我们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要吃猪肉，说不能吃猪肉是侵犯宗教信仰自由，这显然是说不通的，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都是讲不过去的。同样，如果一个信仰印度教的人说我要吃牛肉，当经典和教会的人都说信仰印度教不能吃牛肉，你们侵犯了我的信仰自由，这显然是非常可笑的。如果一个信仰佛教的人说我不遵守十不善戒律，佛祖说要是十不善要守戒律，这是侵犯人权，违背人类的自由原则，这话恐怕谁也不会相信。一般来说，从社会、政治、理论等不管任何角度，与信仰自由没有任何冲突。一个信仰佛教的人要做到不违反佛教的基本原则或教义是无可非议的。尤其是格鲁派从中喀巴到乌什达赖为止，未曾有任何修正的声音，但格鲁派还是完整的存在和发展了，并且发展的比现在还好。以后出现了一个有争议的冤魂，这个冤魂对格鲁教派有什么益处呢？对三学和即结学、定学和慧学和四谛，即佛教密宗的十部、信部、预告部和无上预告部的体验有何益处？达赖喇嘛都提出了利害关系，这是符合教义的教诲，是怎样修行的教导，与宗教信仰自由根本不冲突。从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修丹组织所谓的人神救护会是与中共狼狈为奸，互相利用的。1996年11月22日，人神救护会的主要代表，现定居意大利的冈坚喇嘛，不但不尊重和承认达赖喇嘛按藏传佛教仪轨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反而于1999年1月专程前往中国，对视宗教为鸦片之中共政府所立的假班禅却顶礼膜拜。请看看冈坚喇嘛名为喇嘛，却不去传播佛法正道，
而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巫婆性的丑恶表演吧。达仁萨拉英明学院的院长罗桑嘉措和2名学徒的6名刽子手，已在中共政府的庇护下生活。与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发行的西藏佛教刊物遥相呼应，不断发表文章为修丹组织助威，如宣称达赖集团禁止供奉修丹护法神是自我削弱力量的愚蠢做法。禁止供奉修丹护法神充分说明了他们平时所宣扬的信仰自由、人权以及世界和平等的谎言。现在修丹势力与遭受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打击的原4水6港相互配合协力。护法神事件使部分藏人得到觉醒，不再相信以前被认为是预知一切的达赖喇嘛，是对达赖喇嘛无上地位的挑战，使达赖集团凝聚藏人的能力大为减弱等。中共在纳曲拉加利县各寺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就护法神问题大力宣传鼓励供奉修丹。在西藏康区理塘寺，从印度返回家乡的僧人洛桑曲杰向僧俗说明达赖喇嘛关于供奉护法神方面的讲话精神后，僧俗群众都不再供奉，修丹庙也关闭了。中共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仅命令寺庙重新开放修丹庙堂，而且将洛桑曲杰逮捕，至今下落不明。比如说，修登会的一些人带着中国使馆的人员到各站人社区了解个别部门的一些片面现象和修登的所作后，中共大为得意。去年5月，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讲话指出，现在达赖势力的理念正在削弱，他们内部出现了分裂，我们应不失时机的统战拉拢一些人，以方法瓦解达赖势力。可见他们已经是一个鼻子粗气，一方出钱，一方在流亡社区制造混乱，反对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修登会也在某文件中宣称，有北京政府支持我们满怀信心。修登会跟所谓的台湾蒙藏委员会也有密切的联系。一是去年10月10日台湾国庆典礼时，蒙藏委员会邀请阿喇嘛罗宗一西参加。他在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和德国时，组织一批不知真相的外国信徒进行示威游行。二是蒙藏委员会召集了多次西藏宗教文化方面的会议，主要代表是色拉麦扎藏的云家活佛图登和格当北院的所谓的慧愿活佛。西藏有这么多高僧大德喇嘛和佛学渊博的可惜他们不邀请，偏偏邀请这些人去弘扬什么佛法，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特别是修登会的活动经费源源不断，不是10几20万的问题，
达兰萨拉移民学院的院长和2位徒弟被害后，凶手逃避的地方是中国。如果没有中共的庇护，他们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逃脱呢？从这些都能证明，修灯会不但与中共有勾当，而且和台湾梦展委员会的关系非同一般。一般我们各举报的都忌讳说修灯二字。大家有个习俗，就是一说出修灯二字，认为他就会来，大家都很害怕。不要说供奉，提都不敢提，它会造成教派间的不和，家庭内部不睦。信奉修灯的所谓人神救护会，在藏人社区和国际上散布了许多毫无根据的谣言。他们信口雌黄，说什么西藏流亡政府按照达赖喇嘛的旨意，将供奉修灯者的子女从学校开除，以及将供奉修灯的政府公务人员开除公职等。为此，我们分别采访了教育部各学校负责人，以及独立单位公务员、选拔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在政府公务员中，信奉修灯的人被开除的说法纯属谣言。在政府公务员中，以前有极少数供奉修灯的人，但听了达赖喇嘛的讲话精神后，经过思考分析，已经放弃了供养，但是从来没有被开除公职的现象。如果有，请说出被开除人的名字及工作部门，何时被开除等。我可以保证地说，在我们公务员管理委员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开除信奉修灯的公务员的现象发生。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的范数有86所学校，这些学校中信奉修灯家长的子女被支持上学或开除学籍的现象从来没有发生，政府也从来没有下过这方面的文件。我们木苏日学校没有开除过信奉修灯的师生，比如我们藏文系的前任老师罗桑图颠的儿子，96年10年级考试后，从多拉斯转到我校经贸系。他在这里学习2年的时间里，跟其他同学一样，其中1年还担任了宿舍长。特别是他得肺结核期间，学校从各方面多给予照顾。今年12年级毕业考试，以优异的成绩升学之外，没有开除过一个师生。我们学校里根本没有因信奉问题而开除孩子的现象，连想都没有想过。是的，德里乡城一系的2个孩子以前在这里学习，一个是93年入学的，一个是95年入学，但是1996年他自己把孩子领走了，说是对孩子的生命有危险。除了因违反校规而开除过一些学生之外，根本没有因信仰问题而开除学生的现象。打弄贡德林威瑟坚灿在达仁萨拉召开关于达赖喇嘛提出的中庸之道时，提出反对意见，因此达仁萨拉政府中比毛孩之类的谣言在社会上传出。对此，我们采访了贡德林，是否属实？他说：“现在社会上传谣，由于我极力反对中庸之道，达兰萨拉准备蒙害我之类的话，这根本不是事实。关于这方面，我们从来没有开过什么会。但是为了奖励一批离退休公务员，我们聚过一次。回去几天后，不知道是小偷还是谁，真的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但我根本不认为与达兰萨拉有关。
达兰萨拉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活到80多岁，一直为格当普庄服务，我的一生为西藏人民服务，因此政府也在关怀和奖励我，没有对我不满的地方。我也从未怀疑过政府。听说出示一张我的照片说，此人以前是政府公务员，一生为政府服务，现在不信服修登的，准备谋害他等等谎言。后来又有人告诉我，从电视里出现了类似的话。我怀疑修登会的人为了宣传自己，想办法找我的照片。德里修登会的人曾经在德里认识我的人处问过有没有我的照片，结果未找到。去年10月底的一个晚上，德里大学的一个人领着一位外国人到我的公寓，他介绍说是一个外国记者，一到达兰萨拉去拜访了达赖喇嘛和噶夏政府。噶夏推度说日记报有我，值得去采访，因此我们过来采访，不知能否可以。我回答说，记者是很重要的，我不会拒绝。但晚上我一般都不会客，请你们明天再来吧。他们又说，那么能否照张相？我说明天采访时再说吧。他们又啰嗦了一阵，我始终未答应，最后他们生气地走了。大约20多天后，到了我儿子结婚的日子，那天县哈达的人群中有修登会的司机。小时他的父母在我的公寓里干活，可以说是我看着他长大的。他的妹妹是马索尔工作人员，他们都来出席。那女的手里有个照相机，问为什么带相机时，她说要为我照一张相。这样很庄重地为我照了一张。后来听说他一照完相就把相机交给他的兄弟才人给他带走。我想他们是专门派人来拍照的。后来我询问修登会的出示我的那张照片时，别人告诉我的脖子上挂着哈达，背后有一幅半长着母亲的相片，恰好是与那天我儿子结婚的场面一模一样。这些都是他们故意这样制造的，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也根本没有发生关系的必要。信奉修登会的人批评西藏议会表决了一项不能把信奉修登的人选驳最高法官的决议案。这一情况是否属实？我们访问了西藏议会副议长。没有这方面的决议和议程。应该知道的是，那天是修改宪法的日子。现在的宪法中有关法官的任命和职责需要进行修改表决，在后来宪法中只有大法官方面的条款，后来安排了另外2名法官，用字需要修改。按照宪法第63条第2款关于法官的职责，当时有几位议员提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一条应加上西藏流亡政府大法官和另外2位法官因是不供奉胸灯者。这纯属他个人的意见，议会并没有如此而专门讨论修改的建议。信奉修登会的人给国际特色组织写信说，他们没有人权及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该组织经过调查以后，答复信中说，西藏境内确实没有人权及信教自由，但在流亡藏人的社会中还未发现这类现象。在新德里建立所谓的国际信奉修登联合会的会议上，背叛流亡西藏政府的阿达斯人讲了话。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把人权、信教自由、言论自由为借口，排绑和批评达赖喇嘛，并伪造国际知名人士，尤其伪造印度政府几名大臣签名支持信奉修登会的文件，到处散发。对此，我们采访了有关单位的扎南先生。98年4月，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时，修登会通过国际给达赖喇嘛转交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要求达赖喇嘛收回关于供奉修登佛法神方面的讲话。后来这封信转到我们的手中，
我们研究发现，有一页有印度文化大臣和工业大臣等许多大臣的签名。特此，我们专门派人前往这些大臣处了解情况。他们都很惊讶地说：“我们根本没有支持过什么修灯会，也没有给达赖喇嘛写过签名信。”他们拿出各自的签名文件让我们辨认。在这封签名信中写有许多证人及外国人的名字。我们研究时发现，许多签名出自一人自首。当然，一个人代写其他许多人的名字，在国际法中是允许的，但代人签名那是绝对不允许的。虽然我们认出签名出自一人自首，但还是请教了专家辨认。专家说，大多数签名出自一人自首，这样他们所谓的联名请求信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人神救护会的秘书长葛西扎布简森，又名奇美次人，通过电视新闻媒体散布三大司强迫签字禁止信奉修丹的信徒的谣言。1996年4月，在蒙古藏人社区开展不供胸灯签字活动，当时我在那边。在冈仁书院北院宣布时，当时的一位现任堪布，这里我不提他的名字，说没事的，达赖喇嘛是我们的皈依处，护法神也是正规的，因此今天你们签名承认不供奉胸灯，但内心可以想我要供奉胸灯，这是他的教导。我们对甘丹虾子茶藏的现已健在的3位前任堪布进行采访，是否说过上述这个话时，现居住在马来西亚的现任堪布抢不以系来传真，并用英汉语2种文字说明，他对奇米次任及其学生从未讲过这些话。任甘丹寺虾子茶藏的堪布，现在西藏图书馆的馆长阿丘仁波切接受采访时，当时我是堪布，也在会场，前任堪布们讲了许多，但我想不起有谁讲过这样的话。甘丹寺虾子茶藏的前任堪布拉蒂仁波切接受采访时，他说：“我没有说过达赖喇嘛的讲话重要，活法神也重要，因此信奉修灯的也可以签名之类的话。我可以对佛祖发誓，也声明达赖喇嘛是我们的政治领袖，也是上师。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欺骗他。”从上述3位前任堪布的采访中，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到，奇美次任的讲话完全是造谣，是没有任何证据的。现居住在瑞士拉丹经学寺的空萨喇嘛假借赤江仁波切有生命危险，强迫留住在寺内，阻拦对学员的讲经。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采访了赤江仁波切的经师勒蒂仁波切。我也不太清楚。96年，经达赖喇嘛同意，我去了瑞士。在瑞士的3个月时间里，我向赤江转世活佛多次提出回到印度的请求，最后决定97年春节回印度。随后我去了美国，返回瑞士时又提出回印度最好的请求，但是到了春节情况有了变化，因此寺院系报告请求回来参加达赖喇嘛的诵经活动。一打了电话，这些都我看见了。我虽然没有写成信，但挂了电话，除了答复回电，根本没有说明何时回来。信奉修灯会的人指责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扣押赤江仁波切的信件，未呈奉给达赖喇嘛的仪式。我们采访了办公室的秘书长。赤江转世活佛和赤江寺的新比私人办公室扣下和赤江转世活佛要求拜见达赖喇嘛的请求被拒绝的说法完全是捏造。我可以保证地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关于赤江转世活佛回印度对生命安全有危险的说法，96年赤江转世仁波切从印度到瑞士，然后到美国，
从美国写了一封信，说今年春节佛事活动不能来参加，请求谅解。明年一定经瑞士回印度，但是未能来成。97年9月，浙江寺院的一位老管家通过罗伯宣派2位经此打来电话说，虽然今年春节佛事活动期间准备回来，但印度方面来电话说，如去达兰萨拉对生命有危险，如果已经决定要去的话，要求组织以乡城人为主的30至40名人作为保安。因此，如果这样去达兰萨拉，当达兰萨拉的人民会有想法。如果在法会期间出现不愉快的事，则对双方都不利。基于这些原因，今年春季佛事活动不能前去，请求谅解。后来又收到了一份见有赤江仁波切名的信，信中说，欧洲一些国家的佛教团体一直要求前往，现已经决定前往，故不能来达兰萨拉参加佛事活动。这样，私人办公室在回信中说，达赖喇嘛在上师赤江仁波切跟前听去了噶丹16禁要经，这次讲经主要是针对赤江转世仁波切安排的，因此敬请尽快过来。如果安全方面有什么担心，则会全由私人办公室报案负责，并且请前任驻瑞士代表坚曾专门前去解释。接着，噶夏也发出同样的信，并提出安全方面由噶夏政府全权负责。同样，在印度的许多上师赤江仁波切的学界也欲写信请求回印度进入学习佛学阶段，再不能荒废实践。他们认为所谓安全方面有危险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于是97年12月份收到了一份赤江仁波切的亲笔签名信，信中说，小师因腰椎病现正在治疗阶段，返回达兰萨拉一事请求予推迟。信中并说，明年色拉寺大殿将进行祭墓仪式，即使将回来参加，并去夏密院的同时到达兰萨拉，这样一拖再拖，至今未能来成印度。现在浙江仁波切也在这边，本想今天可以相见，可惜仁波切没有来，感到遗憾，但也没关系。关于仁波切以后是否信奉胸灯，我在30年前就说过，头师团决定，一切由佛来决定，这是特殊处理。其他信奉胸灯的，希望不要来听我讲经和受戒，这关系到师徒间的试验问题，也是一种制度体系。按照自己的体系办事，不会有矛盾。在英国的喇嘛格桑嘉措，他按照自己的一套办事，这样很好。修典是冤魂，我们不会供奉的。如果是莲花生大师降服为护法的，我们要供奉。但修典是后来出现的，我们根本不供养。1998年元月1日，在印度南方的色拉寺内，以甘丹赤仁波切为主的格鲁派黄教系各大寺的住持、堪布、领经等主要高僧喇嘛汇聚一堂，大家一致通过
为了弘扬佛法，坚决反对信奉修丹。今后与继续信奉修丹的人划清界限，坚定地沿着达赖喇嘛教导的方向前进的决意。我从来没有见过胸灯是上密院的护法神的书，我看过许多书，除了帕公卡的书记载有一些关于胸灯方面的之外，从来没有见过胸灯是格鲁派主要护法神的书，因此我自己也根本不供奉。如果有人说达赖喇嘛没有资格对各教派，特别是对格鲁派进行指导，那是极为荒谬的。对格鲁派来说，不能信奉一个冤魂，不管有人说些什么，这都是原则问题。关于浙江日木切转世灵童方面，我想多说两句。浙江日木切的转世灵童是去年过来的，前几天我到美国时见到了他的父母，那时说9月份准备来印度，我说非常好，以后我们经常可以见面了。以后我去瑞士时拜见了灵童日木切，他没有说什么，日木切的近似也可以叫管家说吧说。去印度西经有许多不便，但是住在国外对前程有害。印度那边打了许多电话，说回印度对生命有危险，请求不要回来。因此现在回印度很困难。关于日木切能否继续供奉修灯，以前就做出了决定，头10团决断。现在能否允许他的徒弟们可以信奉修灯？我说3年前在达兰萨拉拜见灵童日木切时，我就说过头10团决定的事，这没有任何变化。以我的亲身经验来说，51年、54年以及56年到印度参加佛祖涅槃纪念大会，57年回西藏，59年流亡印度，所有重要事情都是头10团决定的，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这关系到整个西藏政教的存亡，因此我觉得应头10团决定。如果不行，那我也没办法。至于要求浙江日木切的学徒允许供奉修灯的事，我是经过多年的观察研究后，考虑到西藏的政教大员而提出来的，并不是看不惯1、2个人或一时息怒无常而做出的武断，因此不能有任何改变的决定。我从瑞士回印度后，办公室收到了几封信，信中说日木切需要行动自由、权利等等，好像是我干涉日木切的行动自由。当时我说日木切的安全问题不会有任何事，办公室在担保，阁下也在担保，这事没有改变。现在又提出了日木切要行动自由等等，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也没有什么说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出现了一些危机，这是不好的现象。上师这就是目前对我恩重如山，我希望他的转世灵童也能成为佛学渊博、受人尊重的人。但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情况并不乐观。1999年4月5日，在印度南部买索尔社区内，里汤阿他为首的旧4岁6港组织召开会议时，信奉修丹的森麦康村、波罗康村、嘎西康村的许多喇嘛参加会议，这正好证明中共所说的2个组织互相利用、互相依赖的说法。对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要求停止供奉修丹的呼吁，修丹组织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反其迷而行之，许多丑剧越演越烈，迫使达赖喇嘛不得不做出较为严厉的措施。总之，对我的呼吁给予极大的支持，但是实行执行时并未能起多大的作用。有一时期，供奉修灯的新闻也传到了国外，有些国外人也供奉它，并出现了一些恐怖现象。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在文殊上师宗喀巴背面印有修灯的照片，这是极为荒唐的事。像宗喀巴大师这样文殊菩萨真身背面印上修灯的照片，这是极端超越界限的问题。
别的不说，即使印上阎罗王这样的护法神，我都觉得不舒服。若印上本尊的照片，那是另一回事，如此的越来越猖狂。还有师父是设了下院邦布拉康村的修电供奉制，一段时间以来，每年都去台湾，吃了很多钱，愿望越来越大。我早已声明过我的态度，个人怎么做那是自己的事。我认为在英国的格西格桑是真正的教徒，他禁止在他的教堂中存放达赖喇嘛的照片，按照自己信条办事，这样很好。去年在这里举行佛事活动时，修订为驱逐对象，对信佛被驱逐对象的人灌顶，我感到不方便。因此，昨天我在码头金刚灌顶发会时就明确表示，灌顶需要师徒间的纯洁实验。如果是共赴实验，不纯洁自身的人为学生，这会使我的实验也变得不纯洁。因此，我只好说明这些人不能前来接受灌顶，我是有原因的。本来我是这样了事的，但有些人有恃无恐。一段时间以来发生了许多事，由于我说的少，耳边也没有什么噪音。但是现在是关系战政教实验的关键时刻，说明利害关系的重任等落在我的肩上。如果我不说，谁也代表不了。都在说达赖喇嘛是西藏政教最高领袖，不管是不是政教领袖，我已经成了圣的世界也要过问一下，人的世界也需过问一下的人物。因此，我虽然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但是根据经验和对许多事物的探寻，对神的世界的状况和人的世界的社会关系，通过估量或推理，还是可以得出一些是非结论的。如果明知有害而回避不谈，我认为那是我的过失。如果我讲了而不听，这不是我的责任。我是基这个整个政教利益而说的，听不听只有自己。犹如卡切帕鲁言语所说，卡切帕鲁说了真心话，听不听由自己决策一样。我讲的听不听，这是自己决定，我没有任何强制或强迫命令。一段时期，各下政府和有关者对其甚为重视，并专门展开了活动。在群众当中，一些信奉修订者从个人平时习惯方面虽有困难，但这倒是达赖喇嘛讲的许多团体和人民群众。喇嘛给西都为了顾全大局停止了功夫，我感到很高兴，再次表示感谢。有些个人情有可原，他们感到恐惧并请求保育。我不知道能否保育或保护，但我还是大言不惭地讲了我负责，因为我相信不会有什么危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一个护法神危害人时，有另一个护法神护法，虽然很圆满，但我还是更加相信菩提道次第观念中的，如有正确的皈依，则人与非人绝不能加害的教诲。就我而言，虽没有任何正德，但每年的世尊释迦牟尼为唯一皈依之说时，我觉得浑身的汗毛竖起，眼泪止不住流出来。此皈依也是对佛祖所言进行研究，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真来不欺，顺真可信的之皈依理念，并铭心刻骨，这样不会被人或非人加害，也不被逮捕生父或举行驱凶仪轨等。因此，听着功夫修炼的人不必害怕。如果对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尽心欢想，在这有了一个正确的皈依处，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基于这些原因，我提出了应禁止的问题，期间许多人承诺今后一定上足取舍，对此我特别高兴和满意。以上内容解说是为了揭穿修灯组织信口开河的污蔑他人、隐瞒自己罪责的行为，在基础上，为了西藏政教事业的兴旺和尊严，特别是为衷心信奉世界和平的使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人们停止供奉和向其他人做。